再来新闻来关心巴西消息，咱国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一个姓王的组长3月时坠楼过身，一封伪装写的公开信呢，写讲啊，伊过身的翁婿捌甲讲过，讲因为无愿意讲老老楚楚核销将近40万美金的官社的修理费用，伊感觉将会被这个办事处的高层呢，讲是贪污公款，并且有留这录音档来明示。面对这款指控，外交部列出相关的时间表。讲啊，公开信所讲这个修理的宿舍，伫死者到临进前就已经核销啊。针对信件的内容，外交部嘛已经开始调查，然后结果会向这个伪装假社会大众公告。咱台湾驻圣保罗办事处姓王的组长3月中跳楼不幸过身，外交部当时就发声明讲会全力斗相共处理后事。不过，伫咧网络顶头流出姓王组长的太太卢小姐写的一封予外交部长吴钊燮的公开批，讲翁婿受冤屈的。批内底讲到，死者伫咧去年7月，被派到圣保罗办事处，做无到9个月，就伫咧圣保罗大所在跳楼。嘛讲翁婿捌甲讲心内话，讲无想要做代志，老错凊彩核销40万美金修理费用，所以惊扣办事处高层联手不赖伊贪污公款。就伫咧3月7日把录音讲清楚，尾啊卢小姐甲录音交予外交部拉秘书，外交部是根据办事处公文驳回，宿舍修理是伫咧111年4月完工，5月验收，住处是伫咧6月27报请外交部核销结案。王组长是在同年7月3号抵任，所以自始至终不曾经手，也不曾参与该案。于女士在公开声明中的指控或许有误解。批内底讲到的关键录音档和组长的死因敢有关系？外交部讲一切还搁伫咧调查，过5年搁发生驻外管处的人自杀，外交部嘛答应会彻底调查。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